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国公验出咱的石斑有禁药，为6月13开始暂停进口台湾的石斑。这个危机到底要安怎来化解呢？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网络节目是呼吁大家减食一寡三文鱼，加食一寡石斑鱼，他来救石斑。结果，互网友甲吐槽，讲食米唔知影米价。不过，陈吉仲是反倒转来问网友讲，敢知影即摆三文鱼有偌贵咧？讲三文鱼已经为200块起到300块，大家不如就食石斑，要较俗一寡。带国际宝贝动物来南港展览馆参加台北动物展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参加开幕典礼。不过对前一天，伊伫咧网络节目顶讲，爱大家减食三文鱼，救石斑。如果今天比如说鲑鱼少吃一半，也不要一半啦，鲑鱼少吃个2、3成，那吃我们的石斑鱼，石斑鱼又新鲜，品质又好。这句话扣网友口水，有人讲这会当着诺贝尔奖啊，佮有人讲欠电就关冷气，问题就解决啦。有网友照陈吉仲的建议，请注意啉钱，石斑鱼含三文鱼的介绍，侦查甲遮尔济，批评陈吉仲是安怎不爱食肉糜，伊嘛甲网友呛声讲，真正食米唔知米价。他知道鲑鱼现在多少价格吗？每公斤300多块呢，非常贵呢。那为什么不吃我们的石斑鱼？我们还有更多的虱目鱼、台湾鲷跟鲈鱼，所以这是为了消费者的角度设想。拼命推销台湾在地渔产，不过这个讲法，水产业者感觉真无妥当。进口鱼很多种，不是每一种都可以替代。那石斑鱼跟鲑鱼本来在市场上的用途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这2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取代的。对中国因为禁药问题，伫咧6月13号全面禁止台湾石斑鱼进口。农委会嘛针对11个养殖场抽检鱼啊、落果糜全部拢有合格。陈吉仲嘛答应来外销的应变措施会做好势，互渔民免靠中国市场买当生存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